前台北市长郭文德牵涉到经花社案件，已经奉收5天了。郭文德的律师团队今日表示讲，郭文德无被控告，理由是无被何者法院来为难，希望检察官利用这2个月羁押时间，把代志查好清楚。另外，北检今仔日中昼呢，也提审同一案的被告申庆经，今仔日也翕到伊是坐轮椅入去拘留室。他身体状况还好吗？有什么时候要上告吗？透早看守所经过律师了后，郭文德规定律师团面对提问无正面回应。随后律师团发联合声明，指出郭文德捌向法官表示无愿意互法院为难，然后羁押被控告，希望检察官伫2个月羁押期内，尽调查义务，会尽力配合调查。继律师了后，郭文德维持原本想法，所以尊重当事人意愿，未去控告。对于他接下来所面临到的状况，柯文哲主席其实了然于胸。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，赖清德政府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主席身体还好吗？北检中道随有动作，头一摆提审共案被告为经集团主席申庆经，看伊继续坐伫轮椅顶，伫法警协助之下进入拘留室，佮传出侦办团队有金流高手之称的检察官陈敏金加入，以厘清全案金流。也毋过郭文特家后，陈培基伫民众党全国宣讲上强调，经发现按郭文特毋知情形，佮市长家中是由专案经理人，也就是前副市长裴金生替伊背。他指派的专案经理人同意的，那帮他盖的市长的假章。请问他犯了什么图利罪？我不平，我一定要帮他一起讨回这个公道。好像把柯文哲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，但请陈佩琪不要忘记了，你老公是当了2届台北市长的人，他盖过的章必须要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。郭文特向羁押生出。案法案有网友对此不满，所以伫 PTT 写要提法官甲检察官等恐吓的字。警方协报了后，2点钟内找出留言者是住伫新北市新庄的48岁姓杨查某人，讲是一时手机所写的。讯后1违反恐吓罪嫌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有媒体报道，检方查考郭文特随身碟中记事本，标注因我控申庆经等文字，引起外界质疑，违反警察不公开。北检查到也主动分他治案，调查甲有相关人员涉及不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